说没有呢。以前的演讲说有那个主持人可能是中国人呢，大陆的还是什么？用那个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来反驳他呢，结果主持人错误呢，因为司马光是北宋的，写《资治通鉴》那怎么有办法写到南宋初年的岳飞的事情呢？说前朝的人不可能去判后朝的人的事情，是。他还提到说，曾经得到皇帝给他一面旗叫精忠报国，然后那个岳飞的背部被母亲刻字刺字精忠报国，说是那个演绎啊，小说演绎的演变出来的。